中共伟大军演第2天，中共的军方是讲，今仔日伫咧台湾的北部、南部的海域稳定是大射击。咱的国防部是掌握到中共发射27粒火箭弹，多数拢是落伫咧咱24海里迄搭，无造成事故。咱的国军嘛发布宣传影片，展示咱的空军、海军掌握强军的动态，海巡是1对1监控中国海警船。一步嘛唔退，要保障安全。咱海军成功军舰甲中国好好号着舰双方咧对徛，共款伫咧台海前线，设定军舰监控中国的龙虎3舰。中国发动正义使命2025演习，咱国嘛无咧惊伊。国军30发布定情应对宣传片，一个手公开几啊张 F-16V， 利用暗角手夹枪监控中国运油20，空警500A 型机、歼10等等的军机，还有海军几啊只军舰，监控中国军舰的影像，展现海军、空军精速的能力。中国伟大军演进入第2天，东部战区30分别针对台湾北部、南部海域执行远途实弹射击，而且公开射击的画面，讲全部拢拍有着，要来吓惊台湾。针对这点，国防部长郭立雄伫咧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掌握射击拍到的所在，是伫咧咱国24海里附近，集中伫咧第1甲第3个禁航区，并无发生任何的事故。实施了多管火箭的射击，那总共我们的资料统计呢，大概有27枚之多。我们所侦获到的共机一共是71架次，其中有35架次逾越了中线，进入到我们北部、中部，还有我们的西南空域。那共建的部分呢，一共有13艘。海巡专艇嘛掌握中国海警船的动态，用1对1方式，而且并行监控，强调伫中华民国的海域，敢若有海巡有执法权。我方已多次警告你未前方亮光为13.6。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，请立即转向。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压，宣布伫台湾东部海域组2车军舰队、甲无人机等等的兵力，执行立体投送、夺控要港等等的项目。国军反制中国军方演练中岛，海军海防大队透早伫咧花莲港部署，嘛赶去台东建构东部海岸的防卫线。面对中国愈来愈敢，总统赖清德伫人面册写讲，只要团结，就会当共同来抵抗威胁。吁请全体国人，此时此刻务必冷静、沉着，而且安定。政府对所有的状况都有万全的因应准备。有片的渔民为着要闪开中国军演，提早回港，想袂到哪像看到中国军舰出现伫咧片湖花树海域。偏防部赶紧执行重要目标防护的任务，随去到战术位置，深化战场的经营。为了防范中国由演转战，为淡水河侵入台北，五三工兵群运用 M3 扑门桥车甲侦察突击船，伫水路进行多站处阻断的配置，无意影响中国军方的行动。新德空军基地换上2000，飞弹已经挂起伫飞行机，太平升空。现在上强的战车，陆军 M1A2T 投入第2批换装的训练，执行实弹射击，加速形成战力，捍卫家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